喂，10萬蚊你就可以喺珠海口岸攞得一層樓喎，而且咧行路啊都可以行得到口岸噶，你睇下幾咁近。咁我哋依家呢層樓咧又新淨添喎，嗱，全款293萬就可以攞低噶啦，142方嘅4房2衛雙陽台嘅設計。嗱，先睇下個廳，哇，你睇下幾闊落幾咁大，嗱，再睇下呢邊飯廳又大，廚房都夠晒大。同埋呢一個有個生活陽台添㗎，睇下係咪好正咧？咁同埋呢個戶型咧，我覺得真係好好。嗱，你再睇下呢度，一入門咧仲有個咁大嘅生活陽台俾你喎。咁我哋再睇下啲房間先。嗱，咁呢邊兩邊咧各有一間房。嗱，呢邊仲有個兒童房，咁佢嗰啲衣櫃啊，全部都做好晒嘅。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啱啱睇嘅開始嘅嗰個房。再睇下個主人房，第4個房。個主人房係咪好夠大咧？同埋有埋衣帽間，有埋衛生間。嗱，佢呢度都做晒成面牆嘅位噶啦。咁呢一個嘅話咧，我仲加中意生活陽台同你封晒起身，係咪好正啊？嗱，咁呢層二手樓嘅話咧，小區環境我亦都幫你睇咗啦，仲係咁靚仔嘅喎，而且外立面咧就係咁樣嘅，好新淨啊，保養都好好嘅。咁呢度而且仲係2梯3戶添嘅，南北通噶。嗱，10萬蚊你就可以訂低落嚟啦，O 唔 OK 先？